嗎？大家好，又係我。上一條片呢，就介紹咗我哋去重慶嘅旅行。其實中間呢，我哋抽咗一日呢，就坐高鐵去咗成都一日遊。我哋揀咗一等座位，一等座呢，就喺二等座同商務艙中間，比較安靜，因為比較少人，而且個座位空間都比較寬闊。重慶到成都呢，坐高鐵大概係1個半鐘頭。第一站呢，喺成都呢，就嚟到呢個春熙路。因為好早啦，所以好多店都未開，同埋人都唔多。呢度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。喺呢度行去太古里呢，就會經過 IFS 國際金融中心，就可以睇到呢隻爬牆熊貓。太古里融合咗川西傳統建築風格同埋現代設計嘅理念，匯聚咗國際一線嘅奢侈品牌同埋特色餐飲。好彩呢，誤打誤撞呢，就撞啱 Dior Cafe 第一日試業，冇太多人知道，所以呢，我哋就果斷入去試下新嘢同埋體驗下啦。店內呢，就係以品牌經典嘅藤格紋啦、千鳥格、藍金色調嘅元素嚟裝飾嘅，優雅精緻。由米芝蓮3星主廚參與打造，同朋友嚟食個下午茶都唔錯㗎。成都大池子始建於魏晉，已經有1600幾年嘅歷史。佢其實就係喺春熙街同埋太古里商圈入邊嘅核心位置。入去感覺呢，就好似從充滿高樓大廈嘅城市，突然變得好平靜同埋清靜。大池子除咗係宗教活動勝地，都係大家休閒遊覽嘅好去處。入場係免費嘅。其實呢，我比較鍾意呢種地道一啲嘅食物同埋餐廳，但可惜食唔落啦，所以下次再返嚟啦。從太古里徒步去熊貓書店呢，大概係10分鐘。成都係熊貓嘅故鄉，所以到處都係充滿熊貓嘅。好多人喺度呢，就係為咗同熊貓打卡影相，順便呢，都可以喺度買關於熊貓嘅紀念品同埋用品。另外呢，都可以去試下佢哋以熊貓主題嘅飲品同埋小食嘅。寬窄巷子係成都遺留落嚟嘅清朝古街道，裏面有好多特色嘅飲茶睇戲嘅店啦，係一項深受遊客喜愛嘅活動。我個人都幾鍾意呢一種中式嘅建築，但係又匯聚咗特色嘅商家，包括有餐飲同埋購物嘅感覺。我哋嚟嘅時候呢係淡季，所以行得好舒服，亦都好悠閒。坐低睇下大街上嘅人來人往，飲下茶，食下小食，都幾寫意。本來呢係想去成都嘅武侯祠睇一睇關於三國嘅歷史，但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呢，就改咗去隔離嘅錦里。
外表古色古香嘅星巴克都幾酷啊！錦里呢係始於韓朝，興於唐宋，係西蜀地區歷史上最古老、最具商業氣息嘅一條古街。古街全長550米，有商店、美食、古戲台等等。天黑後呢，啲燈就會着咗，會更加靚嘅。最後呢，我哋去咗錦里對面嘅一間餐廳，食咗佢哋嘅特色火鍋，中式庭園風格，配搭咗熊貓嘅主題。我哋叫咗個9宮格蓋碗菜套餐，大約係200零蚊人民幣，合計36道分數，配搭不重樣嘅碗菜。快閃成都10個鐘就咁完結啦。我個人都幾鍾意成都，下次一定會再返嚟嘅。